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喜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我相信观众朋友更加可能大部分留意睇，用路上看书啦，望到看下的电子书。嗰就像我哋以前佢熟悉嘅实体嘅书店，其實慢慢的變成一個佢特別，還有佢獨立嘅存在嘅一個意義嘅。你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伊睇高雄市開一個獨立嘅書店，叫日日書局。以這個以前的時間吼，也有朋友吼，容易咪講，伊唔太吧吼，一聽到開一個書店，但是冇想到講，人行到一個長途嘅時間，伊真是開一個書店。但是其實而家開書店來講，其實老實講冇咁簡單，但是伊做乜嘅？要做下決定咯。今日有請到伊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伊做乜想要開一個實體嘅書店，我哋馬上幫今日來賓，我哋主編人朱朱來到我哋現場。朱朱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主編人來自高雄。今日個分享來到我哋現場，我頭先我哋節目嘅一開始都有講，其實而家嘅實體嘅書店嘅其實我講咯，佢唔算錢，甚至我哋前一陣咪有一啲佢大型嘅書局嘅嘛，其實伊咪係靠轉型啦嚇，轉型啊可以開下去。幾多我哋咧提嘅問題，如果當初我想愛開書店咯，錢無投入嘅啊，唔知要做乜嘅，我嗰愛看書，我阿公超愛看書，我覺得有被他影響，超愛看書聽音樂，但我都唔知要做乜嘅啦，所以情況。那也許是開一個書店，這個是我可以比較能夠掌握的東西，這樣子。那與其說是開一個書店的話，其實比較像是說，我有一個空間，我打開一個空間，那這個空間裡面有我喜歡的書，有我喜歡的音樂，有我喜歡的攝影，那看可不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跟大家做一些交流，看有沒有什麼事可以在這個空間發生。唔同我講，嗱講嘛，佢好看書、聽音樂。俺哋雙方來話，其實阿公嘅時間嘛，算是日治時代嘅，嗬。日治時代聽音樂、看書嘅人，其實算太富人家嘅，所以都幾文雅嘅人家。你多講一下你認識嘅阿公好冇？其實他們是來自南美縣，但是早期就是家裡比較不好了，所以我爺爺他是家裡面的長子，他就決定離開南美縣，然後到外面去發展，這樣子，對，就是減輕家裡面的負擔，這樣子，對。然後後來我爺爺就是在日本時代的時候，他就是在高雄，他就在港務局工作，對，那港務局相對的他的收入就是好的，那我爺爺很會念書，所以他的經濟條件就是會比較好，這樣子。對，那我記得小的時候，就是我放學回家，小學放學回家的時候，我爺爺會從房間拿出那個日本的點心，一些點心，對，然後他就會放黑膠給我聽，對，那個黑膠大部分都是日本的兒歌，對，日本的兒歌，然後他放給我聽，然後就會給我點心，那個點心只有我可以吃，我爸爸媽媽、我哥哥都不能吃，就只有我可以吃，對。然後他音樂放下去之後，他會講那個歌詞的意思給我聽，然後講完之後，他就讓我自己聽，他就在旁邊看書這樣子。對，那閱讀的部分會受到他一個影響，其實一個很大的影響就是，早期的話就是會有黨外雜誌，對，那我們家附近有2間很大的書局都有在賣。其實早期大概在1970年代那個時候的書局都會偷偷賣黨外雜誌的。那我爺爺不敢去拿，他就會叫我去拿啊。小朋友去拿就是比較不會被發現，對。然後我會拿回來的路上，我會一邊走路一邊翻這樣子，對。啊，後來被知道的時候有被罵，他說不可以在路上翻，對對對。所以我想音樂跟閱讀的部分應該都來自我爺爺。那我父親自己也是很喜歡看書。可是等於講那一段的回憶對你來說，其實是包含了糖果的甜，跟音樂以及在那種氛圍之下的一種回憶。
我就老讲这个上讲，其实你可以希望讲，可以咧书店的其实係一個算是一個空間，吼，裡邊有很好的音樂，有很好的書，吼，同時也個空間裡邊嘛可以做你自家個擅長的事情。但是貴都講你自家個擅長的事情，你幾時接後來你係從事乜個工作咯？我在高中畢業之後，我就很想辦法要去台北工作，主要是我很想要進滾石唱片。对，然后那个时候家里就是不允許你去台北，那我就想說，用念書的名義就最容易。他一聽到你要去台北念書，他說好，去。对，那我後來也的確也就進了滾石唱片，然後待了大概7年左右的時間。對，那製作部它其實就是一個從無到有的，就是一張專輯它要形成。那他可能從音樂，然後要找誰當製作人，要找誰寫詞，要唱什麼樣的曲風等等的，那可能就會在製作部跟企劃部他們去討論。那從無到有這樣子。那我後來我發現我的很多的工作都是從無到有的東西，就是像企劃的工作，去辦一個藝術展覽，去辦一個活動，其實都是從無到有。你必須要去想出一個符合主題的。有深度的，有可以去達到一些目標跟目的的活動，這樣子。對，所以後來我就是一直都在寫字。那我自己一直也很喜歡寫字，就是從寫日記開始，然後從我還沒有進滾石的時候，也曾經去投稿，投到滾石唱片去那個歌詞投稿這樣子。但是很有趣的是，我進了滾石之後，去審核那個投稿的人是我。對。那我那時候也覺得。這個命運的安排也有點有趣，對。那我就是一直都寫，都是在寫字這樣子，對。那甚至也有那個版權公司，那時候音樂的版權公司，他們想要簽我的這個詞曲創作，但是那個時候我覺得我整個人還沒有被激發出來，是一直回到高雄，我開始在做城市行銷的工作的時候，我開始要去寫一些計劃，寫一些企劃案，去行銷高雄，對。然後慢慢開始去練習，去寫字、寫文案、寫人家所謂的 slogan 等等的，對。那所以我後來就是一直都是寫字，然後後來就是做，我在2017年到2019年的時間，我是在美濃，我在做客莊文化的調查，普查，對。那些都是有了採訪，然後田調的經驗，然後甚至以前也有過部落蹲點的經驗，去用文字去記錄他們的。一些傳統的文化，還有影像去記錄這樣子，所以一直以來都是在做這樣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就是跟我長期閱讀是有關係的，對。那我也覺得就是才會覺得說啊，那我就只能開書店啦，因為現在開唱片行我也很想，可是現在開唱片行的難度是比開書店更高的，因為你主要是取進貨的問題，對。那我就覺得說，那既然我這就是喜歡文字的東西的話，我就朝這個方向來走，這樣子。對。咁我就會貼片嚟講，即係講自己係過好寫詩，過好讀書，好嘛會做創作。我會想到講係去書店嘅啦，去做編輯啦、編輯啦，無如講去我哋做報社或做記者，係嘛係想法就係啲唱片業咯。我那時候就是很喜歡音樂，所以沒有想過說要去別的地方，只想要去唱片公司。然後那個時候滾石的音樂是我比較喜歡的，對。那個時候滾石是很多的創作型的、原創的比較多，然後其他的唱片公司可能都是偶像啊那些的，對。我就是很喜歡去聽原創，像陳淑華啊、李宗盛啊、羅大佑這些，對。那一直到我後來回來高雄之後，開始做城市行銷的工作，會做很多企劃的工作，我才開始去真的把自己的那個寫字的那個能力慢慢的展現出來。所以剛剛主持人提到的說出版社的編輯的工作，或者是採訪的工作，其實在後來我在做城市行銷的工作的時候，其實都有了，因為我們也會去做採訪，也會去做出版，然後也會跟很多的設計去溝通，甚至是藝術策展都有，對。所以一直是到後來回來高雄，一直回到自己的住的生長的地方之後，我那個寫字的能力才開始慢慢出來，對。你那個時候回來高雄，再一次去接受到，如果喺美濃來講，我們自己出生地南嘅寫馬工來講嘅話，同時來做高雄嘅行社時間，你會發現到我其實馬上真是第一版重新認識一塊土地。
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那时候还在台北的时候，然后唱片公司的同事来高雄玩，然后我就很热情，我带你们去玩这样子，对。结果一出他们饭店我就迷路了，对，那个地方还是在我家附近而已，这样就是东南西北搞不清楚这样。然后那个瞬间我大概有迟疑了一下，就是我明明在这边也不是很小才去台北啊，我就19岁去的啊，怎么才去个几年回来路就不熟了这样子，对。但是就是我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住过不同的地方，你就会去比较之后你就发现啊，真的耶，我住的地方是最，它不是说是很棒的，很没有缺点的，它有缺点，但是它就是舒服，我可以跟着这个城市的节奏去走。那像我那时候住在美浓的时候，其实我也蛮喜欢住乡下的，我非常喜欢住乡下。在美浓的时候，我住在那个美浓溪旁边，对，我每天早上是被那个菜市场的那个，因为他早上有时候会有一些外来的，比方说高速来的，哪里来的，他那种小发财车，他们会有那个叫卖声。我每天早上是被那个叫卖声吵醒的，不然就是那个绑梅出来运动的时候跟人家聊天的声音这样子。对，那回到高雄住在市区，那当然又不一样。可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去到哪里都会觉得，哦，像我最近就是开始搭轻轨上班。对，我搭轻轨上班的原因就是，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在车上阅读的一个交通工具，因为它很平稳，然后再来是你不用爬上爬下，然后那个月台也很舒服。对，我之所以会开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在上面读书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再去从台北回来，甚至以前住过嘉义、台南、花莲、台东、屏东，我觉得高雄还是很棒。对。可是听外面行业转以后发现到讲其实高雄还是一个好地方。其实下午下段节目我哋咪嗰度嗰精彩故事。放眼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来自我哋高雄市艺术局嘅主编人朱来到现场，同我分享讲，人当初很用去开始主编也要术局嘅。我想请问一下因为通常人有讲到喺度艺术局嘛当初按一名嘅时节，係用嘅想法去按嘅咯。反正想讲昆书有个事情也。生活的一部分啊，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讲搭轻轨松板的时阵，看一下书，一定没很刻意的。那这个东西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就是打发时间，我没有要看手机。对，那就算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只是看个3页、5页，那你每天看个3页5页，你1个月就可以看完一本书。懂出的想法，系安尼啊。更加人哋天子书啦，无论讲用路书店、民路有民业6安尼一个算是一个商业的行业以外，其实实体书店唔係咁簡單講，其實有一站嘅路經營嘅幾辛苦嘅佢其實是唔啲有安嘅情形下，但是做乜嘅還是要開啲實體嘅書店。我書店開了之後，就常常遇到，就是開門進來就問說：你這個書是送的嗎？還是借的？這樣子的。那甚至我有遇到一對父母親帶一個大概國小3年級的小朋友走進來，然後看完之後，那個小朋友問他媽媽說：“這裡面有東西可以買嗎？”這樣子的。所以其實我一直覺得，大家對於書這件事情的觀點，就是認為它是一個，他們其實是覺得這個是可隨手可得的，它可能不需要太多金錢的價值。因為我可以去圖書館借，我可以去拿人家不要的這樣子的。但是我一直都覺得說，書它就是一個智慧財產權，
是作者他可能花了1年或者是半年的时间，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写出来的。那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东西，它一定是有价值的。那这个价值，它是在书在发行的时候，它就被确定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你辛辛苦苦，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作者，你花了很长的时间，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把它写出来，结果被放上网络上的时候，66折、79折，坦白讲，我会很难过啊，对对对，因为，但是现在当然有一些作者，他们可能就事先已经收了版税的，对。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尊重智慧财产权的一个角度的话，其实所有的创作都不应该被打折扣的，对。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坚持要去卖原价的书，我觉得那个相对的，就是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尊重，对，因为作者如果未来大家不再写书了，那其实书真的就不见了，不管是电子书或任何的书，它可能就真的不见了。那我们其实应该要保护好创作者，让他们可以持续去创作，这个是我的想法。我其实我的谈到的时候，我头我讲了一下，我想讲，真的同我的以前的想法冇共样。有时候我想讲，可能其實我哋講時間啊，本來就最好紅利嘅嘛呀。譬如講，我要買個書嘅鐵板，個當時有買到，我研究多多幾時出來嘅時候嘛，我要買個書嘅鐵板，我全部買要。嗰時我希望我可以講，哎呀，一本書要作家係咪有名嘅時候，你講我要鐵板哦。你想我見我買張惠妹的第一張卡帶嘅時候，我係都講哇。其實是有一啲人都，嗰時我都想講，人講上更加人對書一件事情唔可以因為講，而可能係咪可以去流傳下來嘅東西啊？是不是這個樣子啊？其實你剛剛提到的一件事情，剛好我也在想，就是我覺得我對於智慧財產權，就是說創作者的這個部分會比較在意的，可能也是跟早期我在唱片公司的關係。對，那我在唱片公司的那一段時間，其實是華語流行音樂最巔峰的狀態。那個時候當然就是像陳淑樺《夢醒時分》賣就是100萬張，對，那張學友也都是一樣。那個時候創作者的收入是很好的，可是那個時候那個年代的專輯出來，其實也不會有折扣。但是音樂專輯後來也是因為很多的唱片行。大家為了要搶生意，對，就開始有折扣的東西。就是我發現台灣一直以來，就是對於所謂的智慧財產權這一塊，它其實試圖去保護，但是一直都沒有辦法跟市場去做一個平衡，這樣子。對，那我是覺得就是說，如果未來有機會的話，其實真的要從出版社開始。然後其實像日本他們就是有一個全國統一售價，有一個固定期間，就是所有的書也好，有聲出版也好，他們會有設定一個期間啊，可能是3個月或者是半年，甚至是1年的時間，你到日本各地去買，它就是統一的價錢。等到這個時間過了之後，它就你們就可以有其他的折扣。那當然相對是日本的市場是比較大的。台灣的市場當然相對小，可是如果說我們看的不是只有台灣這個地方，像其實，這幾年我發現台灣有很多的作品，它被翻譯成很多不同的語言，賣到全世界各國去。如果我們看的不是只有一個語言的生產的時候，它是有很多國語言的生產的時候，我相信固定的售價其實是可以讓國內的消費者他有一定的保障之外，你也保障了作家，甚至就是在後續它的延伸的版稅等等，它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保障。如果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的話，我真的是覺得我們是可以去推這個圖書的定價的。問題係講，其他的網絡書店有時真的是6折，但是唔等於貨成本，都唔單止6折啦。等於如果嗰種唔走到一啲在書來買嘅話，你係了錢。但是嗰種講，你這個要帶得7折嘅話，你根本冇賺錢，因為你這個話你養起了成本。我覺得其實佢到出啲書店有一啲想法都講，其實真係像頭先講嘅，貴到一啲貴天嘅一啲範圍裏邊，你這個唔可以打折。
吼，然后他个人可以摕几段时间用这个方法可以创造一些成本，他个人去算是可以生活下去，吼。可是几多一片事情，因为其实几多人家我哋高雄市嘛，吼，全台湾是几多脱离书店。咁这个为啲书曲来讲嘅话，你这个当初一开始也为书曲嘅主题上嘅大忙嘅呀？我会比较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设定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台湾的地方，对。其实我是一直到很后期。出了社会之后，在20几岁我才开始接触到台湾文学。那在那之前，我大部分都是看翻译文学，对，而且那个时候对台湾的作家认识的真的是很少很少，对。但是我后来开始回到高雄之后，参与一些文化工作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其实不要讲台湾，就高雄其实就是已经有很多很优秀的文学家，可是。我们在学校里面都读不到他们的作品，对。但我们现在听到的钟理和啊，或者是余光中，这都是很后来，还是学校开始才会去读他们的书。在我那个年代是完全几乎都看不到什么太多的这样子，对。那所以我有这个书店的时候，我第一个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有一柜是台湾文学，对。然后后来有人就跟我讲说，那个书店的前辈就跟我说，台湾文学是最难卖的。我说不管，我要卖。对对对。然后第二个主题就是台湾当代的美术，台湾当代美术，对。那像是高雄美术馆的第一任馆长李俊贤他们的作品，然后甚至包括前几年在我们高美馆还有在台湾有很多的那个展览的在日本时代的一些我们台湾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等等的，我当时就是设定这两个方向，然后再来呢就是一定要有高雄跟高雄相关的书这样子。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不喜欢看高雄相关书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很了解高雄啊，而且高雄就是住的地方啊，有什么好写好说的。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就是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城市是很有趣的。就像我们今年出版了一本，就是跟高雄的中药房有关的书。那这本书我也有参与撰写采访。那这本书也将在今年被翻译成英文版本这样子，对。那这个会讲到，就是说一定要去放高雄作家跟或者是高雄有关的书的时候，是有一年我去石原岛旅行，然后我去那个石原岛的那个公有市场的后面一条很小的巷子，然后就有一间书局，它那个就是书局，有卖文具啊、卖书、卖教科书的书局，对。然后我一开门进去，它的那个中岛柜，全部放的都是八重山文化。八重山歌谣，因为石原岛那边有很多的岛屿嘛，他们都是属于八重山文化的。那我心里就想说，哇，他把这个店最好的位置，他是在卖的是他们自己的文化本土的东西。可是你想想，那石原岛那么小一个地方，他卖给自己人看吗？我想应该是卖给自己人看，因为大家还是要不断的去认识自己的文化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我有一间书店，我当时就这样想如果我有一间书店，我一定要有一柜，就是在放高雄的东西。就是等于你讲，希望讲也要书局可以真的是用高雄的东西。对对对。可是也要书店唔单只有自家的想法，同时嘛，希望讲把高雄最在地的一啲文化，佢创业嘅文化呈现俾大家。首先下我哋下一檔節目為嗰度個精彩內容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到節目來自我哋高雄日書局嘅主來到嚟現場度分享講，這個開書局亦係會面臨到一啲問題。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其實已經講到講日書局特別有兩個主題嘛，嗬，一啲台灣嘅算是文學，一啲係台灣嘅藝術。就像頭講嘅呀，人家喺前邊已經有同講台灣文學幾快賣，我相信台灣嘅藝術嘛冇好賣啦嚇。可是問題係，
你看到这个其实人要书店，你看说人家书曲唔要讲伊个过台的书曲，其实你算伊个正方，说是稀稀角角的伊个范围。然后你已经买量的，啊，能讲唔要讲过好买的书的啦吼。但是，当初也要伊个书曲的伊个空间里面，最希望伊係变成样的伊个空间咯。分享，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跟大家分享。然后我的阅读，我喜欢的音乐，所以我在这个空间里面，我还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有黑胶唱片、黑胶唱盘。那我用的这个音响，其实是我父亲20多年前买的，对，我就整套把它搬到书店来。对，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像以前大家现在都比较多都是听手机串流，那串流的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人把音乐当背景。但是我们想一下，就是说不要讲黑胶那个年代，讲 CD 或者是卡带那个年代。当我们拿到一张新的专辑的时候，我们打开，把那个卡带或 CD 放进去的时候，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会把歌词内页拿出来，我们就会细细的去看这个歌是谁写的，这个制作人是谁，这个吉他是谁弹的。可是现在我们听串流的时候就没有这些动作了，我们也不会知道说这个制作人是谁，然后编曲是谁这样子。可是我常常在讲，就是说不管是一本书或者是一张专辑，它其实除了作者或者是唱歌的人之外，其实幕后有非常多的，没有这些工作人员，这本书是没有办法发行的，这张专辑是没有办法也被听到的。所以我现在希望大家就是说，来到我的书店，你可以坐下来挑一张你喜欢的黑胶或者是 CD， 把它放下去听的时候，你坐在一个专属的位置上，仔仔细细的去听音乐，然后把那个内页 CD 内页拿出来，把那个黑胶里面的内页拿出来，仔细去翻一下，去看那些歌词，去看这是谁写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享受音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的空间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位置，可以让大家来听音乐这样子。嗰種安尼談風咧，其實我啱有講了，我係咪可以安尼講？其實你是在重現一下你小時候的一個光景。好，有音樂，有一本書，然後同時有咖啡香，有咖啡香。咁其實等於你講，伊啲太發的伊啲地方，其實你最希望嘅講。底部的感覺係俾人感覺到佢舒服嘅，你重現的是那個時候的氛圍啦。我談風來，其實我本來嘅感覺，因為對伊啲商業嘅想法來講嘅話，我會講睇伊啲細細角角嘅地方裡面啊，樣嘅去樣講咯。把最好買嘅書放喺最中間，然後最後上面有說明然後有乜嘅樣嘅 promotion， 然後乜嘅東西，然後入邊有乜嘅東西，但是聽下空間地方唔係嘅，你希望其實本來在講到講，你其實希望講來下空間地方，你俾伊哋個舒服嘅一啲感覺。所以我就想說，我也蠻擔心我自己的，就是聽起來都是非常不賺錢的，但是我希望是讓大家感覺到很像是來到我的書房，我的家，對，然後對，就像主持人剛剛提到的，咖啡其實我也是從很小的時候就受到家裡的影響。沒錯，我覺得你這所有的元素其實都跟我的原生家庭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關聯。那我也希望大家是來到這個書店，它其實是很舒服、很自在的。你可以點一杯咖啡，坐下來，然後可以看書。那如果這本書你喜歡，當然你就把它買走，對。可是我會去放好的音樂。我也曾經遇到沒有買書的客人，但是他就站着聽完一張黑膠的一面這樣子，他就說啊，你放的音樂很好聽，這樣子，對。那我覺得，當然這都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東西，但我也是希望就是日後我可以持續的在書店辦多一點的活動，然後真的是也是去推廣閱讀跟音樂，然後可以讓更多人進來，然後支撐這個書店的營運這樣子。嗰種一般來講嘅話，你啲書曲嘅版嘅發通，
譬如讲，其實而家我有幾多新書的嗰種簽名會啊，這個不怕人發通。有也是很多，因为说真的，现在我们要销售书的话，你只是在网络上推是没有用的。很多的前辈都说，你在网络上写了很多的读后心得，然后哇，大家看得很开心，然后就去网络上买了，他也不会进到书店买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多一点的是说办一些有互动性的活动，对，跟作者见面，或者是甚至这几年其实从中央到地方，或者是书店，大家都在推的就是一个阅读走读。对，我们跟着这本书里面的情节，我们实际的走到我们的生活的场域。那像这种带一点小旅行，又带一点阅读的这种经营模式，就是活动的模式，现在也是很多独立书店在做的。那这个东西都会去帮助到书店的营运这样子。因為我哋講睇2014年嘅時節有辦過一擺行通書茶嘛吼，佢幾擺係咩意味講嘛係配合到書啲嘅內容辦嘢發通咯。這個行動書車應該是說我還沒有開書店之前，那都冇投入嘛，來請施請周，想講愛過愛視察誒，來視察賣書，聽起來不錯。我第一站就去了嘉東，對對對，但是吃了滿頭灰回來這樣子對。啊，後來是因為我自己也有在今年的時候，我也自己有發行了一本書這樣子，對。那在花蓮、台東那邊有朋友邀請我去做新書的分享，那我就想說，我可以把這個書局跟着我一起走，跟着我的車，我就是可以到處去移動，去分享會的時候我就會告訴大家說，我有一間書店，那我選了什麼樣的書這樣子，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就是也可以讓大家就說，如果下次你們有到高雄來玩的時候，你也可以來我的書店逛逛。如果你喜歡我的書的話，對，那我行動書車印象最深刻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開到那個台東的成功鎮，對，那個是我姨丈以前的房子，對，然後我帶去的書，我書店的書幾乎被買光。对，那当时我就其实就是反而是在西部的城市的时候，大家其实对买书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对。那之所以台东会那样子，当然是他们地点的关系对。但是你也可以说，它也是可以在上网买啊。但就像主持人前面讲到，其实摸到书跟你在网络上选购那个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对对对，所以但是你也可以就是看到就是资源的比较缺乏，当然就是比较缺乏，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书店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想要去尝试这样子对，所以我有在想以后如果还有时间，我可能就一样就是开着车到处去卖书。可是像安尼行通書茶對人來講啊，其實等於你講，這家嘅書局嘅唔單止變成一個空間嘅一個經營嘅一個事情，同時嘛把一個空間，因為本來空間都冇太啦，但是因為行通書茶變成一個，伊變成有幾多嘅無區樣嘅店，去同他人分享特殊嘅一個感覺吧。所以這家等於講都更加來講啊，雖然講以前名朋友都去過，因為講唔會開書店，嚇，包括書局，但最尾還是開啲書局。咁對未來呢有乜嘅想法？這個先講，你這個要打算同書局嘅未來嘅先分開講，你這個有乜嘅打算嗎？我這個店簽約2年啦，這空間簽約2年，我希望這2年可以不要常常去張羅營運資金這樣子，對。那我以前年輕的時候，就是會一直想說自己要做什麼事情。就像說我在高中的時候，我會告訴自己說，我有一天要進滾石唱片。我還真的進了滾石唱片。然後，但我覺得有很多的過程，我一直都有去想說，我想要做什麼事，後來都有做成。但是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啊，其實我沒有再去想這些事情了。也就是說，走到哪裡算到哪裡，對。所以真的。希望這個空間可以一直持續。當然我希望2年後或者是3年後，我希望有一個機會可以把這個書店的空間變得更大，對。然後
再去容纳更多的、创造更多的不同的可能性，这样子。对。嗰種從唔來講嘅方面，我希望講人嘅書店係咪有個大嘅範圍？當然講前提係講唔好再俾到人員嘅資金去開始上嘅，但是個大嘅範圍都等於講唔可以有個大嘅空間嘅一啲設計。佢其實係除咗講，譬如講我哋講更加嘅1.0版本係藝嘅書房，哦，咁2.0嘅版本係乜嘢？我很想去鄉下，我希望那個書店是在鄉下，或者是在花東，對。那雖然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高雄其實也很棒，它就是一個很方便的一個城市。可是我覺得，如果因為年紀你會越來越長，就是說我希望它是真的跟生活結合的。對我白天的重心就是在自己的書店，然後結束之後可以有一個安靜的地方，可以去持續的讓自己有自己的空間這樣子。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未來有機會的話，對，那當然要先賺錢。對。看見啲節目觀眾朋友嘅總共即係睇人嘅街頭方面地步，要看到佢哋讀啲書店，無講啲細書曲，麻煩簽入去看一下。可能喺書曲地步有一位書曲嘅主人地步，如果到過精心嘅安排，可能希望講睇下書曲地步可以體會到音樂，可以體會到台灣嘅文學，無講可以體會到在地嘅人情。我哋機會感謝我哋朱來現場分享很多安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有來高雄的話，歡迎來書店走一走。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現場來橋下運通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